武汉这个肺炎的疫情，即马愈来愈热岛，台湾嘛有真侪人烧钱要来买喙罨。南投传讲有业者甲一般的喙罨当做医疗级的喙罨伫咧卖，一克啊化价花到500块，也阁有人买了后发觉讲好咱就互伊骗去，摕去退货。业者若无要退，讲话阁歹蹭蹭，叫伊去告无打紧。事后业者嘛赔货，讲这是误会。不离告民众也是认为讲未输是趁这个机会夹火烧，要趁机会大抽。 美女，不是啊，这是查过了，听到喙罨要退货要求的店员头前讲的甲后壁讲的煞无同，头前先讲歹互人退，落尾听到医疗级的喙罨，就向开放退货，到底是安怎着的？ 医疗级口罩。看卖架顶的喙罨，毋若有讲袂当退货，佮写是医疗级的喙罨，有民众开3000块买来压回去，想讲会当放心吗？毋过上网络一个查刷发现，这敢若是一压65块的活性炭喙罨，包装顶的嘛无为福部规定的医疗器材户口整理好，头起先提起要求要退货，业者毋若不爱互退，佮叫伊去甲告。那去退呢，他就直接跟我讲说，哦，这个不能退，口罩不能退。 然后我们就说，那个公平费跟他讲，他说你没关系，你去讲啊，涉及到欺骗嘛。第二个就涉及到什么？我今天误信你这个是有医疗等级的，然后去公共场所经过别人传染，那对我们来讲，那真的是防疫上面就是一个大漏洞。我们不是因为它不是医疗口罩，然后乱卖给人家，然后不退货，是因为我们之前也卖过医疗口罩，但是因为有民众就是买太多，然后又想拿来退，所以我们才在店上面贴说。 口罩售出，疫情期间售出就不接受退货这样子。随网要求讲是误会，强调无歹互人摕代志，佮把这款喙罨为架顶的摕落来，毋过也是有真侪人认为有借疫情来趁钱的嫌疑，因为即马民众想要买喙罨，会当讲是四价拢买无。没有口罩，卖完了。民众去超商想要买喙罨，煞买无，店内放喙罨的架啊嘛拢无货会当补。之前订都不进来，都没有。 政府才拄讲要连续3天，大家拢摕600万块喙罨出来开放，互民众买尔。伫台北市道，民众连续走几落间店，煞也是拢买无。就惊民众抢喙罨甲断货，超商规定一个人敢若会当买3袋，一袋卖8块。其实普通的喙罨拢有保存期限，正常会当放3年到5年，上好莫放过期。因为喙罨片仔的铁线甲揪大只的所在，拢有可能会因为放伤久生锈，也是冷气。放的环境的温度、湿度嘛，拢有可能会影响到喙罨的保存期限，互喙罨过滤的功能变歹。武汉肺炎疫情摊开，大家拢真惊吓，毋过也是建议民众莫断货，有需要才买就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